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粵語焦點，我係阿玲。飯菜漲價減料，後取滿地曱甴，難怪日料冇人食，走到今日怪唔到人哋。數據唔會講大話，日本餐廳吉野家巔峰時，中國門店超800家。2023年中國區營收暴跌23%，曾經3年開500家，而家1年關店超100家。味千拉麵門店較巔峰時少近一半，靠牛肉飯、豬排飯征服中國食客30年嘅日式快餐，點解突然冇人食呢？呢一場退潮嘅背後係行業變遷同埋消費者需求嘅深層博弈。上世紀90年代嘅中國快餐市場堪稱混沌期，街邊夫妻檔操作台油污滿布，餐具靠清水清洗。各型食堂菜品單調，只剩土豆絲、炒青菜。啱進入肯德基、麥當勞，雖然新鮮，一份漢堡套餐18蚊，相當於普通工人半個月工資，普通人消費唔起。呢個時候，日式快餐帶嚟三板斧，填補空白，比如標準化。唔同於中式快餐憑手感調味，吉野家要求牛肉厚3毫米，湯汁熬4個鐘，確保每碗口味一致。然後係衛生感，透明廚房，統一工服，即時抹台，喺當時格外亮眼。最後係性價比，10蚊就可以食滿玉米飯，比肯德基平一半。1992年，吉野家喺北京東四開店，北京人初見滿肉飯，排隊繞到胡同口，有人從郊區特登趕嚟。2000年，北京門店超20家，午餐高峰排隊到門口，上班族願意等20分鐘，隨後其他品牌跟風。2008年，17家靠低加盟門檻，統一供應鏈，3年開500家，從1線城市延伸到2、3線步行街。2015年，爭鮮壽司以8至10蚊每盤嘅評價，開300幾家店，成學生黨嘅下午茶首選。味拉千麵打健康牌，宣傳豚骨底湯含膠原蛋白，35蚊一碗，雖然比中式拉麵貴10幾蚊，仍然吸引養生人群。2019年，日式快餐迎巔峰，吉野家中國營收超60億，17家門店破1200家，市場規模超300億。冇人料到幾年後呢啲品牌會集體陷入關店潮。日式快餐嘅落寂非偶然，而係問題堆積嘅結果。3個致命錯消耗咗消費者嘅信任，例如天價嘅刺客、性比價消失。2021年，吉野家牛肉飯從28蚊漲到32蚊，從2023年再漲至38蚊，份量就減咗一半，湯底變稀啦。17家豬排飯套餐從29蚊漲到35蚊，小菜從3樣減到2樣，而家全家711微波爐牛肉飯折後15蚊，中式一分兩素30蚊更豐富。年輕人算完數唔願再選日式快餐。仲有就係品控翻車，打碎衛生濾鏡。早年日式快餐80%靠健康衛生吸客，但後嚟問題頻發。記者喺鵝底發現吉野家用過期嘅蔬菜、變質嘅肉末、發黑嘅油脂加新油繼續使用。喺2023年315晚會曝光吉野家門店有43隻曱甴，罰款6.5萬人民幣。餐飲行業信任至上，衛生出現問題，挽回消費者難於登天。除此之外係口味躺平，30年唔變令人生膩。吉野家牛肉飯除咗加芝士、溫泉蛋冇新花樣，食材全靠預製。17家豬排飯醃製、炸製方法唔變，配菜永遠係捲心菜絲。味千拉麵菜單就嗰幾樣，配菜冇換過。而中式快餐隔2個月推新，老香雞同埋春筍炒臘肉，網紅餐飲更係花樣百出。日式快餐一成不變，自然被嫌棄。自身問題係內因，外部競爭同埋內部內捲係外因，雙重壓力下，日式快餐無路可退。外部競爭上，中式快餐全方位碾壓，
老香雞用安徽直供食材做小炒肉、雞湯等家常味，鄉村雞煮打川渝風味，可調辣度，老娘舅走清淡路線，老人小朋友都能食。佢哋30-40蚊一分兩素一湯份量足，出餐5分鐘唔輸俾日式快餐。街邊米線店沙縣小食更實惠，15蚊加滿料米線，20個蒸餃加雲吞加滷蛋，價格只有日式快餐嘅一半。西式快餐亦都喺本土化搶客，肯德基推老北京雞肉卷、香菇滑雞粥，麥當勞有板燒雞腿堡、油條豆漿。相比之下，日式快餐單一品類加高價毫無優勢，客源不斷流失。內部內卷上，品質陷入同質化陷阱。吉野家、17家、松屋核心都係牛肉飯，口味只係甜鹹差異，價格35-40蚊，冇差異化，只能打價格戰。吉野家滿50減10，17家買套餐送飲料，松屋降價到32蚊，但降價導致利潤減少，品牌只能縮減食材成本。陷入低價縮水不滿客流降更低價嘅循環。2020年吉野家全球關咗150家，廣州門店從20幾家剩4家。2022年初，內地吉野家核心集團退市，淨虧損75億日元。品牌亦都曾自救，味千加烤串，吉野家推售起燒套餐，17家加咖喱飯。但呢啲小打小鬧冇解決核心問題，遭消費者吐槽貴而且難食。日式快餐30年興衰，照出餐飲行業生存法則，冇永遠嘅爆款，只有適應市場嘅生存者。呢個係俾所有餐飲人嘅警鐘。消費者信任一旦失去，難以挽回。日式快餐早年靠衛生、性價比贏信任，後嚟漲價、品控差、冇創新，不斷消耗。餐飲行業中，衛生、口味、價格係底線，一出問題就可能失客。其次，市場喺度變，品牌必須跟住變。30年前，消費者要食飽、乾淨、平，而家係要食好、食新、食值。中式快餐因揸住呢個變化而崛起。日式快餐守舊自然被淘汰，最後差異化係品牌負荷性。日式快餐內卷源於同質化，而麥當勞有麻辣雞腿堡，肯德基有老北京雞肉卷，老鄉雞有肥西老母雞湯，呢啲獨家產品留住顧客。我哋不妨思考下，如果日式快餐降價返28蚊，品控透明化，推出新口味，你仲唔會排隊呢？答案因人而異，但可以肯定，任何餐飲品牌無論曾經有幾輝煌，脫離消費者需求就會被拋棄。只有以消費者需求為核心，不斷調整，先可以走得更遠。呢個就係日式快餐30年興衰史嘅最大啟示。總嘅嚟講，日料慢慢退出中國市場，唔再受大部分中國人歡迎。有一部分確實係市場以及其他原因，但大部分仲係因為佢哋自己飄飄然咯。而家我國其他市場都係越做越謙虛，都喺度盡力提高自己嘅性價比。而日料呢，火咗之後就開始漲價降低質量，所以佢哋走到今日，怪唔到人哋。對此你點睇呢？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感謝大家收睇。如果鍾意我嘅節目，請訂閱支持，多謝。我哋下期不見不散，拜拜。